一晚要成4000蚊，住3晚12000蚊，真係多謝晒。哇，成層樓都係榻榻米嚟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TF， 好耐冇同大家見面啦。之前就諗住唞下，點知一唞就唞咗成年。25年開始要勤力啲做翻嘢。今條影片就同大家點評一下日本東京地區嘅6間酒店。中意嘅話記得 like 同訂閱我。東京地區嘅酒店嚟講，我自己就 prefer 係銀座區嘅，因為佢係最近東京車站。你喺成田機場搭 NEX 特快線出嚟嘅時候，佢係最快到、最快落地、最快嘅速度去買嘢。另外就係銀座區嘅街道係橫線同直線都係十字路口嚟㗎，非常適合我呢一啲老人家路痴嘅。涉谷區嗰啲咧係勁多斜線。新宿區、新宿站、西新宿站、新宿三丁目、新宿御苑站 N 咁多個站咧，我係完全搞唔清邊個打邊個㗎。今次點評嘅6間酒店分別坐落於日本橋附近、銀座區附近同埋東銀座附近。第一間離東京車站步行3分鐘路程，非常之近。東京蒙特埃馬勒酒店。房間嘅尺寸係偏細，但細得嚟咧都有梳妝鏡同一張好細嘅梳妝台，廁所都係比較細嘅尺寸，整體空間唔算大。鄰近日本橋站，日本橋有冇認知？喺各大櫻花都未開花嘅時候咧，日本橋通常都係最早開花，然後條街咧係靚到不得之了。附近亦都有3月前站、3月百貨嘅總店就係喺呢一度啦，完全零遊客，買嘢係唔使同人爭崩鼻㗎。仲有遊客5% off，Rimowa、Lilabo 同埋 SK2 喺呢一度買係全東京市區入邊最平㗎，唔計嗰啲藥妝店啊。第2間酒店向下行一啲啦，銀座大和 Roynex 飯店 Premier， 如果佢千零蚊一晚咧，就千祈唔好 book，因為佢有時係會掟價掟到800幾900蚊一晚嘅啫。最大嘅賣點就係幾細嘅房間都有勁大個廁所，同埋有勁大個浴缸。對於我呢啲有梳妝需求嘅客人係非常之 good。樓下亦都有便利店，銀座區嘅酒店真係唔係間間都會有便利店喺樓下㗎，有時要行到老年咁遠先買到支水㗎。日本橋站同埋銀座站嘅中間，步行去地鐵站嘅距離係相對較遠㗎。1000蚊港幣唔使就有一個有浴室嘅房間，我都係大推。第3間酒店 Royal Park Campus Ginza X 喺銀座區入邊，我冇記錯有3間左右嘅類似名嘅東西啦。呢一間係最方便，佢就喺 Ginza 6嘅轉角位，買嘢買完拎翻酒店擺低，再買再擺低，人生一大樂事。價錢嚟講唔算太貴，地段係核心中嘅核心，方便程度係直達5粒星。Ginza 6買嘢退稅零手續費。最大嘅弱點就係房間尺寸係比較細，之前住嗰間房係超級大層嘅，係咁咳係咁打乞嗤。追求買嘢方便，非常推薦呢一間。第4間非常出名 Muji Hotel Ginza 銀座無印良品酒店。最大嘅賣點就係你入境嘅時候咪要填自己住邊嘅，你自己手寫都可以寫到出嚟㗎，唔使對住抄。交通便利程度就一般般，因為無印酒店係喺街頭㗎，買嘢嘅地方都集中喺街尾，佢又冇話真係好方便啊。Apple Home 咁樣去操作，你可以 set 鬧鐘嘅響鬧裝置、鬧鐘嘅燈同埋鬧鐘嘅窗簾，光度亦都有唔同嘅 setting。好多嘅贈品可以拎走，包括有浴鹽、牙刷、梳、嘢食、嘢飲、簿、筆，仲有拖鞋。整體嘅弱點就係價錢超級貴，最平都要3200蚊一晚，仲要嗰間房係勁細㗎嚇。咁我早期咧就係 book 咗一間好大嘅房，咁一晚要成4000蚊，住3晚12000蚊，真係多謝晒。作為過來人，可以同你講，攞12000蚊落街買下嘢食下飯咧，係會開心好多㗎。下一間 Tokyo Stay 喺東京區有非常之多嘅分店，銀座呢一間係非常之方便，因為佢就喺東銀座站嘅隔離，樓下亦都有便利店，價錢相當平。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冇 housekeeping， 冇嘅程度係講冇水啦，唔會換床單，唔會執床單，佢哋只會同你倒垃圾。換床單或者執床單係要加錢㗎。最平嗰個房型咧係會有部洗衣機塞咗喺間房度，我唔覺得個洗衣機要 private 到擺喺間房入邊係嘛？因為就算擺喺間房入邊，你都有上 N 手嘅客人用過啦，咁同用一個阿公嘅洗衣機有咩分別呢？整體嚟講係價錢有相當嘅優勢，同埋便利度非常之高。唔需要特別住得好靚嘅時候，我都會推薦呢一間。住好長日子嘅時候就唔推薦啦，因為佢係冇 housekeeping 嘅。最後就係5粒星推薦，叫做 Dormy Inn Premium。
Dormy Inn 係一個溫泉旅館嘅酒店集團，佢哋主打嘅賣點就係所有嘅酒店喺邊一個地方都有溫泉設施嘅提供。呢一間喺銀座市區裏邊都有溫泉，真係不得之了。之前 book 過一間呢係榻榻米房間，哇！成層樓都係榻榻米嚟㗎，然後走廊入邊仲有無限嘅嘢食、無限嘅嘢飲，任你攞。房入邊已經都有嘢食，都有嘢飲，然後仲有露台，仲有露天風呂，日式設計，榻榻米席，房間尺寸仲要非常之大，仲要講緊唔係好貴。我真係一級推薦，地段係鄰近築地地區，喺想住得好啲又唔想使好多錢嘅情況下，呢一間係必定會翻 book 嘅酒店。今日好快同大家點評完銀座地區嘅6間酒店，有冇邊間你住過呢？好啦，我哋今日分享嚟到呢度，中意嘅話記得 like 同訂閱我係 TF， 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